第三首要向各位介绍的是明朝一位真有名的状元叫杨慎伊做这条人工线是按这个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后壁插爆，了就是因为清朝有这个无论第仔囝将这条人工线用写得太好所以伊将伊写入去《三国演义》内底头一篇所以这条我爱向各位解说一下。即马请阮班上先拜张汉金先生，请。人工线杨慎作，滚滚长江多溪水，落花可尽英雄，是非成败转秋空，青山依旧在。多谢阳光，无法依靠钢之上，观看秋。